乡亲啊，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免案，以同意票超过93万票来通过，打来要由社来代理市长咧。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呼声真悬，伊今仔日来表示，相信行政院会以政局的安定、高雄最大的利益为考量。若是陈其迈真正回到高雄，那呢行政院副院长这个课才要来接咧。讲防疫有功的卫福部长陈时中是真有可能的人选。高雄市长启用罢免了后，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伫高雄出现，伊是参加第一届国家海洋日庆祝典礼，足侪人对伊后一步拢足好奇的，问讲敢会去做代理市长？代理市长的人选，我想行政院会有基于对于高雄市民最大利益跟整个政局安定的一些考量来做安排。伊的回答无讲足肯定的，但是足关心高雄的。对于高雄，我跟所有的高雄人都一样，对于高雄的一个发展，不管我人在哪里，这个都是我一直努力的一个目标。对高雄的困境甲发展，伊拢足了解的，所以是民进党呼声上悬的人选。如果真正是登去高雄服务，那呢，卫福部长陈时中是不是有机会来做副院长？至于说，总统没有问我，没有问我这个事情。两个人拢同款，离人事令票办进前，当然嘛是爱较低调嘞，才袂风声走漏。